好，我是义军。安尼我阵就开始分享。因为我台语可能也讲也无啥好，则请大家包容一下。对，我阵来分享我的感觉。好，安尼咱就要来出发啦哦。大家好，我是无厉害的攀仔卡背包客。我叫做义军，介绍大家拜六早起来听阮阿母叫我去神宫的分享。其实伫2012阮阿母伊就开始破病，伊破病时其实伊才60通岁尔，5年了后伊就过往啦。伊迄阵我才形同知影讲原来人生毋是家己会使安排的。所以我就开始想讲，无我着爱好好把握时间。我真正做侪趁伫心肝来代志，我就想讲，我应该爱来做做实实在在的代志。所以我就开始世界去旅行，会当行出这个台湾，然后去看世界，就变做这世人我马上我上好的礼物。所以，安尼敢有听到？杂音较侪哦。我尽量卖叮当好，安尼讲。你搁甲顶插一盖啊，先咯。好。安尼有较好，安尼较好啦。声，煞无声。伊咧试。煞无声哩。无紧，咱等伊就。安尼敢有声？有。安尼我就尽量安尼卖叮当好啊，安尼可能较袂，安尼应该就无杂音对无？恁有看4姑娘无？我卖叮当先艰苦啦。袂，我着无要紧啦。可能是头毛啦，我可能尽量卖叮当安尼，安尼应该就还好吼。有较好。有较好，好。安尼我嘛是继续分享哦。咱逐个咱就先关起来了。好，要出发去新疆进前，我想要问大家，恁敢捌去过新疆，还是讲恁感觉恁看到新疆是啥物款？恁甲我讲者。阮拢捌去。好，安尼应该恁嘛捌看过一寡相片嘛吼。真侪人拢会甲我讲，因为我之前嘛捌去分享过，真侪人甲我讲，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差不多是即种情况。对，新疆内底其实大家去新疆，伊会惊大家礼拜六早起就伤叮当，所以我就为较轻松的先讲。你会一定去一个所在叫大巴扎，大巴扎这个名其实就是新疆内底较大，就足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就是伊内底有所有新疆附近的国家，还是所有中国的南北货，你拢伫遐看会着、买会着。过这个所在，伊就是咧公摊啊，所以你若去遐，你就会使看，除非你真后开价。我有讲一个故事是，甲我住伫迄种青年旅馆内底一个上海的大姐。伊就讲，伊去咧遐，伊看到一顶貂毛帽，伊就想讲伊要来买。迄个貂毛帽才有2600块的中国钱。了尾伊就甲我问讲，伊会叫我要讲，伊几箍买着，所以我嘛甲恁要，恁要伊几箍买着迄貂毛帽。阮才用开2600的中国钱。好，结果伊用无伊用250块买着，250块的中国钱。对，就是超1/10的价钱。对，所以就甲我讲，伊甲我讲，恁若袂晓开价，恁就莫去遐买。所以你就看，因就啥物拢有，为食的、甲穿的、甲用的，全部拢有。再是因的街仔路，你若有机会去到新疆的街仔路，就是你若看因是在地人，在地人真好啉嘛，因为因甚至甲咱无相像，因就是较像外国人安尼。只要是因在地人卖物件的路边摊，拢会使买。恁即样看到，这是金龟包啦、羊肉包，拢足好食的。过也是汉人卖，就较无一定安尼。嘿，因的街仔路嘛是真趣味。市场内底，因为市仔是为早起甲黄昏拢有咧卖，甲下暗。市仔内底卖足侪食物，
其实阮拢叫袂出名，其实阮著甲问伊的名，阮其实嘛记袂牢，伊物件拢足特别的。即下看着全部拢是油肉，这是因的油肉市，这是一般的市场。因的水果拢比台湾特别较大，特别甜，因为因遐空气嘛较干涩，所以因的甜分拢较保留会牢。和田大枣是新疆较特殊的物件，伊的味差不多就是像台湾较无甜、水分较少的枣啊。变色色的时阵才是会使食，青青的时阵是较无好食安尼。好，这物件爱特别介绍者，这物件伊台语我都袂晓讲，伊国语叫做象，伊这大片这片一地差不多4块的中国钱，因为新疆足大，新疆因的土地有台湾的46倍较大，所以你若到新疆啊，你讲明仔载咱要约去倒，恁着爱较注意因讲的话，因着甲你讲，伫阮兜后壁遐尔啦，咱明仔载着几点伫遐，恁爱注意，因兜后壁是10公里，叫做因兜后壁。因兜隔壁就是100公里以上叫因兜隔壁，所以你若到新疆人，你讲要讲要约伫倒位，你着爱较注意，因为因的土地伤宽，对。所以你你为这个城市要到迄个城市，恁着可能拢拄袂着真侪的砖头，所以迄时阵你着爱炸墙。这墙的伊拢甲水拢缩大，所以其实伊就是袂歹，伊伫咧新疆伊就是袂歹，囥10工伊嘛袂歹。所以阮进前阮就是阮要移动的时阵，阮就是拢有炸足侪块墙的。要阮着统整一个阮对墙的口味。好，墙就是第一工的时阵，你会感觉第一工酥，第二工才开芳。第3工你会感觉剩咸味，第4工你会感觉剩焦焦，第5工你会看着上，你就会想讲毋通过来啊，毋通过来啊，你就食无啥会落安尼。再来油肉是大家一定拢知，油肉是新疆上重要的肉，因就是毋管是查某还是大人囡仔，因拢真爱咸肉，嘛真爱煮油肉。所以，嘛是同款的道理，就是新疆你只要看到是在地人卖烘的油肉，还是煮的油肉，恁拢会使食。按过也是汉人卖，迄个品质嘛是较无一定安尼。所以你若听因缀旅行团转来，拢会甲你讲，无因的油肉无好食，因为因去的拢是汉人开的店。所以有机会你若去新疆，你其实伫路边的油肉，恁就是拢会使食。好，过来到清泉寺这个所在啊，清泉寺其实之前我想要去新疆，有一个原因是上重要，因为我是2015年去的，迄时阵在教育营这个话题，其实无像真啊，大家拢会知。毋过是我想要去新疆的上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清泉寺，伫进前我去新疆之前，我有去过埃及。迄时我对伊斯兰教这个物件，我就是有较侪无好的想法，我就感觉因的人可能较危险，因的人可能较无好斗阵。所以迄时我去埃及的时阵，拢较细腻嘛。我要阮咧坐公车的时阵，有一遍阮坐公车，伫公车经过桥顶，我拄仔看到桥骹有人咧做工程，因为伊斯兰教因一工有爱做5届的礼拜。伫埃及的方式是，因若要做礼拜的时间，因就开始弄钟，所以规个城市拢会听到弄钟的声音。弄钟的声音响起，因就开始做礼拜。迄时我坐伫个公车面顶，我看到桥骹的人听到钟声的时阵，因就拢甲手头的工课拢放的，因就开始跪伫个涂骹做礼拜。其实迄个画面到今仔拢会记，我就想讲原来我是一个其实我对世界有淡薄了解的人，结果我才发现我对世界无够了解，我才发现其实我真侪思想拢真狭隘。所以迄时阵我就想讲，伫咧东北非的埃及的伊斯兰教的人，因对因的宗教拢是遐虔诚。毋过伫咧新疆，伫咧亚洲离遮远几啊千公里的所在，因对因家己的宗教敢嘛是安尼。所以迄时我就想讲，我有机会我也去新疆，我一定要入去清真寺内底看，因伫咧新疆的伊斯兰教的人，因对因的宗教的态度。所以我是有机会甲新疆的各个城市的时阵，
我有机会看清真时，我拢会赢入去，我嘛会尝试甲因开讲。对，所以我嘛有拄到一寡我感觉真古锥的代志，因为迄时阵阮就是有一遍我就是伫咧独山子这个城市，我就想看一间清真寺，我就想讲我要入去嘛，啊，佮因为迄边有关的，所以外口有徛公安，我就甲公安问讲，歹势，请问我敢会使入去？迄个公安就拢歪插我嘛。我佮甲问一遍，我讲歹势，我入去袂翕相，我敢行行的尔。迄个公安伊就臭面，伊就佮歪头嘛歪插我。我有一个大哥，伊就位边走来，伊就甲我问讲，恁4个人是想要入去内底行行许？阮就讲，嘿啊，阮想讲要入去看者安尼。大哥就开门互阮入去，伊就开始问讲，阮为倒位来的？然后阮就甲讲为台湾来的，伊就讲哦，伊就足欢喜的讲哦，你为台湾来的，就开始甲阮开讲。后尾阮就甲讲，大哥，迄种礼拜式，因为内底有迄咧做礼拜的所在，通常伫咧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拢是安尼，就是因咧做礼拜、咧做礼仪的所在是，你也毋是这宗教的人，你就袂使入去的。啊，迄个大哥阮就甲大哥讲，阮敢有机会看一下就好。迄个大哥就讲，明仔载是拜六，是因迄个月上大的礼拜，伊就甲我讲，伊是独山子有3间清真寺，伊是即3间的管理的人安尼。啊，因为清真寺内底因有分民族，因就是有啥物塔吉克啊，啊是维吾尔族人，因就无共族的人，按过因拢是伊斯兰教，因就去无共间的清真寺。伊就甲我讲，要紧，阮明仔载有大礼拜。伊就甲阮讲，恁为台湾遮尔远的所在，想要来了解无？要紧，恁若来，恁甲我讲一声，我就喊恁入去。喊恁知影，其实阮的做礼拜是安怎？因为你来关心阮，所以阮应该喊恁知影阮的生活。所以迄时阵，其实我感觉遮个接触啊，遮个开讲，其实拢会互我对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的人，其实拢有无共款的想法。对你对看中国你写维吾尔族人的故事内底，我亲身去看到，我就感觉真正是完全两个世界。过来讲到独库公路，独库公路是中国真重要，因为发展因的观光真重要一条公路。所以当初是中国要起这条独库公路的时阵，其实因是为1974年甲1983年这10年，因是暝也做日也做，拢无咧休困，所以就10年因就甲这条公路做好啊。这条公路其实越过天山山脉。所以，因为越过天山山脉，所以当地人你也听到当地人咧讲，伊可能就会讲伊是天山公路，嘿，就甲咱讲的就无啥相像安尼。独库公路本来是伊是为南疆的库车县连甲北疆的独山子，这个路程差不多有1000多公里，遐尼远。因为这条公路起好了后，其实马上就缩短伊迄个距离，为1000多公里缩短到剩561公里。所以我嘛想要甲恁问讲，恁敢会知影除了观光，恁感觉这条公路上重要的功能是啥物？你敢会甲咱台湾咧处理核能废料，恁敢会知带去绿岛安尼？毋是，是方便管理新疆的人。因为这条公路起好了后，只要新疆有因为伊是越过天山山脉，所以其实有足侪民族拢是活伫咧天山山脉咧生活，所以佫有足侪砖头，所以其实只要这条路起好了后，因若倒位工作人，因的战车啥物拢随会使开就车，然后冲去到迄个所在。因是一个上方便管理新疆人的公路。按过伫咧咱看到所在，咱拢会因为大家观光客去一定拢会，你若开车一定拢开到这条路，因为是上方便的，嘛是上紧的。所以真侪老师无甲咱讲的话，拢会使伫你行出去这个所在的时阵看到。因为伊是越过天山山脉，所以你嘛会使看到真侪游牧民族、游牧人家，因就会放羊啊。所以你伫咧天山公路真趣味的所，伫咧即个公路真趣味的所在是，恁开车开，恁就会拄着几啊百只，差不多200-300只羊仔伫路面咧行，啊
你会使伫咧内底羊仔嘛袂惊人，你就是毋管你对羊仔做啥拢会使，你就是甲伊做伙走啊，做伙行。这是阮拄着的三个阿伯，因就是带超300只羊仔伫路林咧行安尼。好，这就是我讲的天山山脉。恁遮看到正厝边这条路就是独库公路，对。然后这边恁遮看的就是阮徛所在就是南疆甲北疆的中心点，所以就是以北就是北疆，以南就是南疆。阮阵徛翕相的这个所在就是天山山脉的中心点安尼。好，再来咱看到这伊的汉字写做毡房。伫咧中国，因为伫咧蒙古，伊就叫做蒙古包。按古伫咧其他所在，因就较用毡房这名来号。嘿，这嘛毡房就是甲伊做诶，要做毡房就是像咱做羊毛毡共款，就是一只螞微微的，还是用地箍来做，所以因就叫毡房。毡房伊一间才会使住8个宅的人。我讲。为观光客来算，恁全部行李拢会使藏伫咧内底。你若要去爬山，是要行山路，恁就拢有机会会使住着即种纸房。纸房内底门是拢袂使做，是干啦，你会使用迄塑料包的，还是牵一个箍安尼尔。我感觉去住纸房有一个故事，我一定爱甲恁分享。迄时阮去住纸房的时阵，阮就找，因为因迄无咱。像咱饭店迄种柜台，伊无即个物件嘛，所以迄时阵阮就找头家是啥安尼。一个因迄区就全部拢是纸房，有诶是头家因家己咧住，有诶是你来观光客住。阮就开始找头家，一个头家因差不多有3顶到5顶诶纸房，因为着爱看因诶经济程度到倒位安尼。迄时阮刚去登记讲，阮有4、5个人要住。然后头家就先甲我问讲，阮今日有要食羊肉无？然后我想讲，因为迄个所在，迄个附近全部拢无砖头，所以，你若要你若无家己炸物件，你就是会使甲头家订物件来食。阮就想讲，阮就甲头讲，无要紧，阮较暗的时阵才来甲订餐安尼。个头家就讲无，恁先甲阮讲，迄时阵差不多下晡3、4点尔。伊就甲阮讲，无你先甲阮讲，恁要食偌侪羊肉，因为因伫遐羊肉拢是算你要食1斤、2斤安尼算的，伊就问看阮要食几斤。然后后尾阮就凊彩讲，阮就讲无阮食3斤好啊。过来阮则听同款是出去佚佗的人，因甲阮讲，因为维吾尔族的人，因一工敢若会杀1只羊仔，因袂因为要趁愈侪的钱，搁较侪的钱，因就来杀第2只羊仔。所以，因拢会先问讲，要去住纸房的人，恁要食偌济？原因是因为因会统计，因遐头家会做伙统计讲，今日总共有偌济人要食羊肉要食偌济？因就选一只差不多迄个斤数的羊仔来杀。因就是杀较大只，还是杀较细只？迄时阵，阮朋友有一个朋友是较爱翕相的，伊就听着头家即阵要来杀羊仔，伊就摕伊的相机，伊就冲去。头家要杀羊仔迄个所在，想讲无伊来做一下记录者，嘿，落尾伊就摕相机开始要翕嘛，然后头家就徛开，头家就甲讲，歹势吼，请你莫翕安尼。阮朋友就讲无，伊翕几张就好。头家就讲，因为即只羊仔是饲因规家口仔人的生活，因真感谢即只羊仔。就是牺牲伊的性命来饲因规家，所以因无希望伫即只羊仔要死去，就是因为遐先放血嘛，甲刣死，伊就感觉佫甲剥皮，伊就讲因无希望即只羊仔伫咧伊上艰苦、上歹看的时阵去人翕相。伊，我要讲听即个故事的时阵，拢用要头痛，就感觉哇，阮瞬间才会知影原来维吾尔族的人，因其实对天啊、对地、对大自然、对动物，其实因迄种尊重甲爱。我感觉可能甲咱的原住民较相像。迄阵阮听即个故事，阮就随甲相机收开，阮就甲讲歹势，因就甲阮讲，伫咧上歹看，要留遮侪岁时阵，伊嘛希望阮莫伫遐看，嘿，会用害因甲即只羊仔，单独做伙安尼就好。这就是阮伫遐，这就是阮伫遐食的物件安尼，嘿，甲大家分享者。好。
迄天阮到机房的时阵，因为机房的附近敢若有一间饭店，就是恁伫个画面会使看一个光光的所在。伫个新疆啊，上爱注意的就是新疆毋是逐间饭店拢会使带非中国人，尤其阮去的时阵，就是管制较严的时阵，就愈袂使。所以你若去新疆要带，毋是看到饭店就法度带，应该有一个，应该摕着一个证明，一个证书，毋是逐间拢有的。迄个证书就是外宾会使带。即个时阵，台湾对中国来讲嘛是叫做外国人，就所以咱毋是逐间拢有法度带。所以你有可能去阮去新疆的所有的城市，上重要一件代志就是先找大的所在，因为迄种伊若无摕到迄个外宾大的证明，阮就拢无法度带。恁就想讲，会使偷大，对，会使偷大。按过你若偷大，饭店的人起来警察抓着，因就发生几件代志，因可能就爱罚钱，因过因罚的钱是足重的，就是可能是几万块的中国钱。爱搁去上课半年，嘛有可能停业半年，嘛有可能直接无法度，以后拢无法度经营因的饭店。所以其实因拢无啥敢合，因也无迄个证书，因就毋敢合别人带，因就毋敢合外国人带。通常拢是上贵的饭店一定有迄个证书，剩的就拢无一定。所以差不多青年旅馆嘛，可能有诶有，有诶无。所以阮阵去，逐工就是拢去找饭店安尼。所以恁伫画面看到迄个光光诶，就是迄区唯一的饭店，剩诶拢是机房。然后迄天下暗差不多2度，你也行出来，因为无啥光害，所以你就会看到满天拢是星。你会使坐，你就是会使坐遐看足久诶星，嘿。好。咱大家拢会知，就是沙漠。对，新疆内底，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世界第2大的沙漠。即嘛，互大家看一个。好，因为阮有去爬山，所以阮就较好有拄着游牧人家，真趣味。阮阁有甲因开讲，过因为因无啥会晓讲，因无啥会晓讲北京话，所以阮拢用笔的。好。刷落来就是互恁看一寡，恁可能啊去查相片啊，恁去 Google， 恁拢会看到，就是新疆其实是一个真水真水的所在，就是你凊彩翕凊彩水，逐张拢会使寄朋友做纪念，项狗伫内底迄徛拢足水的。这就是阮爬的山，恁看到迄树仔，迄叫做胡杨木，伊就是每年的差不多秋天，伊就开始变做黄色的，就是好。刷来我就要讲，较叮当的代志，安尼好，大家会使啉一喙仔茶，我要开始讲。要开始讲之前，我先草甲伊介绍迄时阮去的背景。阮去的时阵是2015年，过因为伫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时阵是1955年，所以阮去的时阵其实是要挖因60周年。因60周年其实有做一个足大型的活动。其实就是咱讲的大内宣迄种活动，嘛是因为即种活动，所以因为新疆伫阮去的迄年1月份，搁前几年2014年、2013年，就是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是因有新疆的人，就是骑刀啊去乌鲁木齐火车头杀人、杀汉人。所以迄时阵，只要要做活动的时阵，中国因就会开始做封闭，这甲西藏拢是共款的情形。因就开始会甲大量的警察啦，警察有2种嘛，公安甲武警，然后佫有一种是解放军，因就大量甲遮的人拢移去甲新疆的重点的所在。所以阮伫咧罗林啊，阮开车伫罗林的时阵，其实阮有拄过2、3届。是迄种足大的迄种大卡车连接车迄种，迄种连接车面顶载的，其实就是战车甲战炮。一台卡车面顶超会使载10几台的战炮，因为下暗路林拢无车，所以阮拄着迄连接车看战炮的时阵，你的心情其实是会遮复杂的安尼。伫新疆这个所在，因为
咱大客人较会知影是敢若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安尼。其实伊才有120个民族住伫世世代代拢住伫即个所在，所以人拢会讲，你若去北疆，你就是看风景；南疆你就是会看到较侪人文。好，安尼我就要讲我看到的物件。我记我第一天去住青年旅馆的时候，因为阮的边仔有一个大卖场，大卖场的头前有一个亭，我有看一只战车，因为袂使翕相，所以这个战车是我为网络面顶掠来的。我其实迄个战车就是骑来宾吓惊人安尼用的尔。落尾过长工早起，阮就是6点外，阮就起床啊，阮就想讲无阮先去食早顿。我就发现定迄个战车咧无去啊。佮过一工，阮较换转来，战车嘛无去啊。阮才知影，原来即个战车伊是真正有作用的。伊就是逐工下昼可能6点外要到7点的时阵，伊会为边岭内底开到即个岭停的。到下暗超10点11点的时阵，伊佮把战车开转去边岭内底。我才知影，即个战车毋是用来惊吓惊坏新疆的人，伊是用来做封闭新疆的人做一寡因感觉无好的行动。林检长即件代志，阮也伫咧乌鲁木齐市区内底，超100公尺，你就会看到有公安还是解放军，因就有2、3个弄徛伫遐，因全部拢是炸枪的。你所有要入去任何一个卖场，其实有去过中国的人拢会知，因拢有一个类似 X 光机咧扫你的包包嘛。伫咧中国旅严重，因为是个显你的包包安尼，显者尔啦。对有看起来即种伊拢显者，按过伊是100公尺，就有一个临检的站。伫咧中国，你嘛是四界，你拢伫咧新疆，你就四界拢看即种布条仔写的物件。伊这布条仔拢会写一寡，就是你会感觉翻白眼的物件就对啊。因为阮要去迄年是因60周年的生日嘛，所以和计程车面顶、公车全部拢有类似即种的，好，我拢称伊是自卫式的标语。因为拢住青年旅馆，所以伫咧青年旅馆的楼梯，你爬楼梯的时阵，伊个壁面顶拢会搭像安尼的宣传的海报。毋过因为阮要翕相时阵去别人，因叫阮莫翕，因讲这项掠着拢会遮严重的，所以即张相片我嘛是为网络面顶掠来的。毋过阮要去大青年旅馆内底，全部拢有搭坐。因叫做正常的清查，啥物叫做正常的清查？你若对维吾尔族的人有小可了解，你就会知，因为因为伫伊斯兰教内底传统就是查甫人拢会留护手，护手拢会留较长，因这甲因宗教、因敬仰的人有关联。然后查某囡仔因拢会挂面纱嘛，所以伫咧这恁讲的面纱，还是伫咧护手这件代志，对中国政府来讲，因拢是无正常的清查，因就会规定所有的饭店，只要是安尼清查的人，有留护手的人，还是对迄种较细顶无爱的人，像安尼的人，就是拢是无正常清查的人，因拢是危险的人。这些人就拢无法度住饭店，嘛袂使，因拢袂使害因住啊。上严重的迄几年，因只要留护手，因限坐公车拢袂使坐。所以恁若看到电视也有采访维吾尔族的人，你会看到少年辈差不多护手拢无留啊，坚持留护手的草拢剩留一辈的人。我煞来讲一寡我较生气的代志，因为我有讲过，我头前有讲过，就是我拢会想要去清真寺内底行，伫咧乌鲁木齐伊个大巴扎的边仔，伊就有一间全乌鲁木齐上大的清真寺。然后我就甲阮朋友讲，无咱来去看咱有法度，咱会使行去看一下无安尼。然后阮就因为迄天毋是拜六礼拜，毋是礼拜日，所以阮就行到遐奇怪。我就想讲奇怪伊个，因为伊迄间清真寺足大间的嘛，所以伊头前的埕嘛真宽。我就想讲奇怪，伊头前的埕才有
有3、4个人伫遐，阮就想拢是维吾尔族的人，阮就想讲，今日嘛毋是做礼拜的时间，哪会全部人拢徛伫遐？阮就淡薄仔毋敢行入去，落尾阮就伫外口看一看，阮就看到伫咧店外口有停一只车，迄只车就是有类似殡葬的迄种简体字。阮就才会知原来是因可能就是像咱台湾版的迄种个别式，就是有亲人过往安尼，所以因就大家拢伫遐，因为伫咧伊斯兰教内底，因为人也离开，因通常拢会去因定去的清净寺内底做个别。所以，阮就想讲这也是个别事，阮就无适合入去共问讲，阮会使入去看无。所以，迄时阮就想讲，无阮就莫入去，阮就想讲好啊，无阮去别位好啊。因为是一间足大间的清净寺，所以因即间清净寺有做较特别，因有做一个地下的停车场，因迄是伫咧较市区，所以因有做一个地下的停车场。你若要开车要开去地下停车场，迄个车道嘛，阮就是要行过迄个车道的时阵，因拄有车来，阮就停咧遐。落尾阮就看到公安甲一只车砸落来，就是要去车道的车砸落来。然后司机是一个查某囡仔，司机就行落来，然后公安就叫伊甲伊的后车道的门拍开。毋过其实伊的车是迄种细只的车。加2个门的迄种细只的车，所以后车道就是咱看到迄种透明的迄种玻璃嘛，所以你会看到后车道其实是拢无放物件，敢若一领薄被仔尔。毋过公安嘛是甲伊砸落来，叫伊落来，伊就甲后车道开去了后，公安就做一件互我足生气的代志。伊就甲迄薄被仔掀出来，掀，因为就是一领足薄的薄被仔，伊就甲薄被仔掀出来了后，伊就甲拼在涂骹，伊就讲好走。落尾迄个查某囡仔，伊就嘛是甲薄被仔捡开，放咧，伊搁甲后车道关下，伊就开入去啊嘛。煞来搁另外一只车搁小煞嘛停咧，就是公安嘛是甲砸落来，公安嘛是做共款的代志，伊后车道开去嘛是拢无物件，就是一两项细项的物件，伊嘛是甲迄两项物件乌白拼在涂骹，就叫伊走。你会知影伊的态度一定是拢是迄种较歹声扫的态度。其实迄个当下我真正足生气，我生气到我本来是要冲去甲伊讲，我感觉你袂使做即件代志。所以恁兜的人后人过往，你应该无多接受。恁要去参加一个个别事，你应该搁安尼对待。过迄时我要冲去的时阵，阮朋友叫我莫生气。然后我就看因三个，我就想讲，万一我若出代志，我一定会去害着因三个。所以迄时我有忍落来。我看到时，我就感觉，你若是，我心内就咧想讲，你若是维吾尔族的人，甚至恁是塔吉克啊，是其他民族的人，恁一直拢安尼对待，恁敢真正有法度改即个国家？恁敢有可能爱即个政权？我是感觉我家己无法度。这个故事说来，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有讲过，你若去大巴扎，就是恁袂使，你着莫伫大巴扎买物件。过我会使甲恁讲一个会使买物件的所在秘诀，就是恁着对迄种因遐维吾尔因当地人的妇女的尻川后壁行，你着会知影去倒买物件。因为迄时阮着想讲好，阮着缀伊行，阮看因拢伫倒买物件。结果阮就发现，伊就行去一间老仔厝内底，伊就为一个细角间仔的门行去。阮就想讲，阮就缀伊行入去，阮就发现伊就是迄门内底，伊内底卖物件嘛是啥物拢有，足趣味的。过内底就是全部拢是在地人去买物件的所在。阮就缀伊行去，因为一寡像，可能我毋知你会知，台北有一个叫做万年百货迄种，就是因迄。单位拢细大个3、4平一个单位安尼，伊嘛是一间敢若百货公司几啊层，过逐个单位拢超4平大安尼，就内底全部拢是新疆的在地人，足趣味的。阮一看，阮就是外国人，因为拢生得真正较水安尼，阮就行，阮就行到嘛是伊就是老甲，算嘛是体检安尼，阮就看到酸奶。有去过边疆的人应该拢会知，所有的边疆拢是就是边疆的酸奶，
特别好啉嘛，特别好食。因为阮之前，阮四个人拢捌去过西藏，所以阮伫咧西藏拢食过西藏的酸奶，所以阮会知影酸奶足好食。迄阵阮就想讲，吼，阮看到酸奶，阮就足欢喜的嘛，阮就四个人足欢喜，阮就开始去，阮就去买酸奶来食。啊，阮四个就想讲，哦，还要看到酸奶，因为边疆恁是定定有法度去，所以阮就想讲，阮要啉2杯，阮就伫遐先，阮就想拍算一杯一个啉完，搁炸一杯走安尼。啊，阮四个人就伫遐开讲。毋过阮四个人其实要出发去中国的时阵，阮拢有讲好，就是阮若要讲到中国任何代志，还是阮要开讲，阮拢尽量讲台语，因为阮有试过台语是伫咧行世界内底相对较安全的语言，所以阮四个就拢讲台语，阮就拢用台语嚟做阮主要的语言。阮就讲了，迄个爸爸就向甲阮问讲，恁是为倒来的呢？阮就甲讲为台湾来的。毋过，迄个爸爸伊就甲阮，伊就掠阮近近看，伊就甲阮讲，我知影中国甲台湾是无共款的所在。迄阵我就感觉足感动，因为我是一个我就是一个感觉台湾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所以我听到时我就足感动，我就冲过，我就甲迄个爸爸肩胛头揽的，我就甲迄个爸爸讲，我嘛知影恁甲中国无共款。然后迄阵讲完了，我就足想，我就雄就足想要哭的。然后迄个爸爸就看我，因为迄阵我就，伊嘛是搁了近看，伊就甲我讲，已经活到即个岁数啊，其实伊有真侪代志，有包括伊的性命，伊拢无要紧，伊嘛袂惊。啊，毋过伊也想着伊某甲伊的2个查某囝，伊就知影，伊做一个爸爸的责任就是爱保护伊，所以伊就讲有一寡代志，伊就比伊的心脏就来讲有一寡代志先来知就好，来紧伊忍掉的。迄阵讲完时阵，其实伊甲我讲，伊知影台湾甲中国无共款的时阵，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真紧张的，因为我对中国这个所在，我有一个真厚黑学的想法。我感觉有足侪人拢伫遐个四周围要搜证，要甲转人掠走，所以恁遮就含恁遮看到相片，我拢有做过，我拢用 PS 过，我就是想讲我甲伊面查落，包括恁看到的壁啥，其实为的色水，还是为的花草，拢去我用条去盖过啊。因为我就是要害人，无法度知影这是倒位。包括伊的衫的一寡所在，我拢有盖过。讲到对中国厚黑学这件代志，我就讲到另外一件代志。之前阮本来要缀一个医生去四川的一个山区，即山区的内底，迄是迄个医生，伊就是逐年拢会载药啊，伊逐年在热天的时阵拢有载药啊去迄个所在，因为迄个所在是藏民族的所在，迄个所在无学校、无医生管，所以遐个人只要破病，可能一个感冒就往生。迄个医生知影即件代志了后，伊就逐年伊拢会家己买药啊，甚至落尾佫做敢若挂药包安尼，就是家己的药啊，规年冬天的、规年份的药啊拢整理卡，伊就逐年拢会去。有一年我就要迄个医生去迄个所在，然后落尾迄个医生甲我讲一件代志，伊就甲我讲，因为迄个就是四川迄个山内底。因为伊无啥网络会使用，所以通常要爬去迄个山，爱2天的时间。伊通常伫咧上尾的一个枕头，伊就会做一寡记录，甲一寡相片传到台湾。伊讲伊传到台湾了，伊就用微信嘛，伊就用微信传转去。伊讲落尾迄边伊就传较侪相片，因为已经第3年去，伊就传足侪相片。然后伊传相片了。伊就去山顶啊，伊山顶来，伊就发现，因为山顶面顶无网络去会使使用，所以伊在山骹的时阵，伊就过2个月，伊在山骹的时阵，就发现伊的手机啊袂用的啊，伊的网络全部拢向停掉啊。落尾伊甲迄个砖头的时阵，就有公安来找伊，讲伊的网络有无正常的使用，因为伫迄个砖头较散食。所以根本无啥人有手机啊，嘛无啥人会用网络这物件，所以伊就变做是内底用网络上济的人，伊就感觉这是无正常的流量，对，伊就请去公安室内底开讲。
伊就甲我讲，伊甲我讲的时候，我就感觉哇，所以咱想的中国虽然会监测什物，毋过伊的监测其实比咱所想的较恐怖。所以当迄个爸爸甲我讲，伊知影台湾甲中国无共款的时阵，其实我真紧张，因为我惊有人听到，有人去做保密啊，害伊出代志。所以就是如果咱有机会去接触到一寡中国的人，因为无共款的思想，无共款的想法，你若要甲伊去想，你要讲这个故事，你一定爱保护伊，莫害伊向面出。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代志。会使的话，你就是莫害伊露出，啊无就一定爱甲伊马赛克安尼。再来我要讲的3个故事，拢甲交通有关系。因为我迄时阵第一天要出发的时阵，我袂记得载护照。所以落尾我着搁订买机票，所以阮朋友因3个着比我较早1天到新疆。因到新疆的时阵，这个故事是因3个发生的。因就讲因到新疆的时阵，因就想讲为机场坐客人车去阮大个迄种青年旅馆内底，然后落尾因着一个汉人的司机嘛，就来甲因载安尼。然后迄汉人先生看着因，就开始甲因开讲，因就讲足够多，因就开始问讲伊为倒位来的啊，啥，就因就开讲就足欢喜的。啊，迄个司机佫甲因介绍讲，你若去新疆，你应该爱食啥物物件，你应该爱穿啥物物件，你应该爱去倒看行安尼。啊，因3个就想讲哦，讲，司机就讲着维吾尔人，司机就变面，司机就开始骂，伊就讲因遮人拢是歹人，因遮人拢是鬼。阮3个朋友因就足烦恼，因就想讲，哎呀，是毋讲着无应该讲的物件，因3个拢毋敢佫开讲嘛。然后司机就开始一直骂，伊就讲，恁敢会知影维吾尔人偌歹？伊就讲，因内底因的伊斯兰教的教义内底有讲，因只要甲3个汉人杀死，佫啉因的血，食因的肉。因就会使变做对咱来讲就是得道升天啦，就是因就会使变做神明安尼。所以就讲，所以维吾尔族的人就是拢会杀汉人，伊就叫因3个人爱较细腻的，毋通甲维吾尔族的人讲话，无伊就向杀死。然后就讲司机本来就变，伊就为一个遮温和的大叔，然后变做一个遮恐怖的人，因为讲伊就一直骂，有时佫会向驶即囝是拍，就是拍方向盘安尼。然后因甲我讲的时候，我就想讲哇，就是你现在会感觉，咱拢会知影中国政府会对因的人民洗脑，毋过你无想到伊的洗脑是比咱所想的洗脑佫较洗脑，因的人民嘛对即个洗脑物件完全拢接受。同款的代志，差不多的代志，我伫咧广州的时阵嘛有拄着，因为我甲因的机票无共款，所以。要转去广州的，就是因伫咧兰州转回林机，我伫咧广州，所以我先家己人伫咧广州。然后我为广州要转来台湾的时阵，因为是阮拍迄种较大卡迄种登山的卡网啊。然後司機看到我就為飯店，遐飯店就甲我講，你為因為迄是合作的，應該迄個客停車的廠商有合作，所以為伊迄間飯店去甲機場差不多只要可能50塊的中國錢。然後我就甲講好，然後落尾我坐去了，司機是共款嘛是搞開講的，伊就搞開講講，伊就問我為倒來的嘛是共款。然後我就甲講，對，我正要轉去台灣安尼。然後落尾伊就先甲我問講，你去新疆敢有好耍？我就甲講，因為我身邊我有一寡故意，我就甲講，我足好耍的啊，我感覺新疆足水的。然後我就故意講，我感覺新疆像維吾爾族啊，還是塔吉克的女生啊，攏生足水，我就故意的。我就講，因為因的。我講因個目睭毛真長啊，目睭真大啊，皮膚真白啊，敢若外國人啊啥，我就故意，我就學落伊安尼。落尾我一講完，司機嘛是馬上變面，司機就足生氣，伊就甲我講，因到底倒位水啊？水佇倒位你講啊？啊，我就講，
就真正真水啦。然后我要属于因为就生气，就不爱甲我讲话啊嘛。我就想讲，那既然恁就拢莫讲话，直接去机场。然后伊就属于就哪想去，伊就油门吹就愈开愈紧，愈开愈紧。落尾司机超停，差不多无讲话，超经过要10分钟，伊挡袂牢啊！伊就甲我问讲：“你讲你为台湾来的嘛？”我讲嘿，伊就讲好啊，安尼你甲我讲，你感觉台湾较好还是中国较好？我就甲讲，因为我伫咧台湾出生，我伫咧台湾大汉的，所以我当然一定会感觉台湾较好啊。伊就甲我讲。恁台湾毋是干啊，较自由一寡尔，佫有你讲啥物民主，嘛是较民主一寡尔，哪有啥？恁经济也无阮中国好啊，啥，伊就开始差不多是中国人会讲的话安尼。然后我就故意甲讲，可能是经济真也无恁个好啦，毋过吼，我感觉民主甲自由足重要呀。我感觉我感觉真珍惜，我嘛感觉足重要，我感觉安尼真好。所以我嘛是较介意台湾安尼，司机就愈来愈生气嘛。然后落尾伊就反正伊就是佫骂几句啊了后，伊就佫无讲话啊。然后阮就到机场啊，到机场了后，其实伊头前有跳表，然后嘛是50块的中国钱嘛，伊就甲我讲100块。于是我无想要甲伊争，我就想讲，无紧，我100块，我50块买你的，买恁看无自由是啥。看无会使投票是啥，看无民主是啥物，所以我就讲好啊，100块我就徛伊嘛。然后徛伊，我甲车门关开了，我就甲伊讲，大哥，我阁有一句话要甲你讲，就是中国就是中国，台湾就是台湾，咱是无共款的。然后我就滑头，我就紧走啊。对啊，这是我拄着，其实拢是甲司机共款，就是引起人洗脑的情形是远比你会使想，阁袂使想的拢阁较严重。佫一个，这是我最生气的故事，是我伫咧机场内底拄着，因为我家己伫咧机场咧等飞轮机嘛。迄阵咱要入去机场的时阵，就是应该算有两摆嘛，有2摆的检查，第一摆是检查机票嘛，第一关检查机票。咱检查机票入去了后，才会看到，才会开始检查行李怀嘛吼。然后迄时阵，阮就伫遐咧等要检查机票迄个所在，阮就伫遐排队。因为有开2个门嘛，阮就拢徛伫遐等。然后等咧，我就哪等，哪会感觉哪毋对？奇怪，我就看到，边仔，我朝歪，伊有2个嘛，我排伫咧第2个，我排伫咧第2个门即个所在，第2个门我朝排。第5个位尔，我头前敢若4个人尔，我边仔迄个第1个门，所以阮即排就一直拢维持5个人尔。我想讲奇怪，哪会安尼啊？然后边仔第1个门迄已经排位10个人、20个人、30个人、40个人，排到50个人，愈排愈侪，排到像人龙安尼。可能我感觉可能上侪时阵应该有7、80个人拢排伫迄第1个门。然后我就想讲，是安怎我遮拢永远拢是5个人？我就看面顶有 LED 的。迄种落字嘛，奇怪，写嘛是拢共款啊，我就想无。落尾总算佫有一个人排我后壁，有一个先生伊排我后壁，迄个先生咧讲电话，我想讲，伊是日本人，奇怪，毋过算中国来讲，因就感觉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奇怪，阮即排哪拢无人，我就想无。落尾我就知影是安怎，因为门开去了，因为。即关就是甲你来看机票，甲你的护照就好啊，你就使入去啊嘛。然后我就行，我就知影是安怎，因为我头前的3个人是维吾尔族的人，然后因为迄时阵因就有是一个妈妈，一个少年妈妈，甲一个少年阿嬷，因抱一个红婴仔。迄个少年妈妈伊的穿插其实就是咱现代。少年妈妈穿插，伊就是穿宽大袄的，迄种较就是迄种紧身裤甲紧身衣，然后外口佫用一个迄种一薄迄种玻璃贴迄种罩衫，所以其实伊拢穿迄种足紧身迄种的嘛。你就所以伊身躯你著看，伊根本就无拄藏物件迄种。然后落尾伊佫开一个世界的卡网啊。
摕一个红鞋啊，然后迄个时阵伊就行到迄要检查机票迄个所在，结果迄个海关的安检人员就甲伊讲，叫伊甲衫甲鞋仔拢脱落，所以伊就甲伊的罩衫脱落，关刀鞋脱落，然后伊就叫伊徛遐，伊就甲伊的卡裆仔摕去，伊卡裆内底，因为卡裆是足细个，就是种少女摕迄种细个的卡裆仔，伊就甲伊卡裆仔摕过，尾尾伊就甲伊卡裆仔变过来了后，甲伊的物件压到规个桌顶，压到规个涂骹。其实咱传物件，就是遐像讲胭脂啊、棉仔纸啊，嘛是干转物件尔。不过伊就是嘛是学袂甲拼，然后拼完了后，伊就甲伊卡裆仔放在涂骹讲好，换一个，然后伊就迄个少年妈妈伊就开始捡物件。伊甲物件捡起了后，伊就甲伊的红鞋仔抱过来，就带着换迄个少年阿嬷，伊嘛是欠同款的对待。因的穿插拢差不多，伊嘛是共款对待，伊嘛是搁家己的脚仔变过来，嘛是做同款代志，家己所有的物件倒个涂骹，倒甲贵个。所以，阮着穿足久的嘛，因为因衫着穿足久的啊。所以我时阵才会知影是安怎，阮去拜拢无人会拜，因为所有的中国人拢会知影，只要维吾尔族的人有诶去拜，着拢会穿足久的，所以因全部人拢排伫第一排。然后我就愈想愈生气，我想讲好，我就偏偏要摆即摆，我看伊会安怎对待我嘛，因为我毋是中国人嘛。然后因为我先生气啊嘛，因着整理好，就轮到我就甲机票摕出去互伊。按古迄时因为照理讲我应该摕台胞证互伊，按古因为我先生气，我就袂记，我就甲护照甲机票摕互伊看，结果伊项拢无看，伊就甲我讲OK， 你会使走这样。我就想讲，其实上危险的是我爸，因为我拢会试过人讲。阿公啊偌歹，阿公啊做啥物代志？毋过伊是恁的子民，恁安尼对待伊，伊哪有可能会爱恁即个政府，爱恁即个国家？然后阮就行到第二关嘛，阮行去了第二关，第二关就是所有的人一定拢爱脱鞋啊，毋管你穿啥物鞋啊，拖啊嘛是共款，就是到第二关的时，因的包包，因的卡裆啊，像阮的卡裆就是过。X 光机就好，毋过因的脚仔嘛是共款，佫去人倒甲贵个。毋过因就头到尾，因两个拢无生气，因的面拢无生气，因就头到尾，因就是面拢，就是算讲那种淡淡的微笑安尼。因就开始做，因就开始嘛是佫甲因的脚裆仔小小的，因就开啊嘛。我就外头看两个背影，我就咧想，伫咱看会到的所在，中国。所有的所在，就会使安尼对待因啊。啊，若伫个咱看袂到的所在，因会用啥物方式来对跩人？所以虽然我毋捌看过，我毋捌家己真正亲目睭看过因讲的再教育营，啊，毋过就我看到跩故事内底，我就相信有再教育营的存在，我就相信话顶讲的。就是已经有超过200万的维吾尔族的人已经去关起啊！啊，就咱头前讲的，其实维吾尔族的人伫咧中国，因拢会讲伊是少数民族，因超有1100万人，因也已经200多万人去人掠去关喺内底啊！因就是愈来愈少的民族，所以我感觉这是咱拢会使思考的所在。所以这是我看到的，这是阮伫咧。阮去啊，头2礼拜，拄着的人有少年的，有查甫有查某，囡仔有大人。虽然可能我无机会去看因第二届，按过我定要甲恁讲，虽然新疆距离台湾才有3100公里到4000公里之间，按过我感觉迄个悲伤其实离咱足近的。如果讲你若感觉关心新疆真正伤远啊，恁对新疆真正无啥了解，无要紧。咱其实会使为关心距离咱敢若715公里的香港开始。对，好，差不多是安尼。啊，毋知大家有啥物问题要问无？好。
毋知有人有想要甲我分享无？还是我阁有剩几分？还是阁有剩几分钟？我阁讲一个故事安尼。讲互大家参考一下。对，这个故事是因为阮住伫个青年旅馆内底，阮拢会，因为阮住迄间青年旅馆，你会就是算台湾人也去，学了无济即个所在会较通常较大个所在。然后这个青年旅馆，阮嘛拄着一个台湾人，然后阮嘛是先问看台语讲台语袂，阮就拢用台语咧讲这个故事，伊就甲我讲，伊伫个，伊就甲因朋友两个人，因就去，学了无济一个广场。算讲，因就去散步，下人去散步，因就看到有一种维吾尔族的女孩子，因咧练因的民族舞蹈，因就感觉真好看啊！因就感觉因为因的女生真正足水的，因就感觉哇，迄种少女跳舞就是水，因两个伫迄个店开始看因跳舞安尼，然后尾伫个在场除了跳舞的查某囡仔，阁有足侪外国人，就是迄种欧洲啊。美国啊，什物外国人，因大家拢去看因跳舞，然后公安就行过来啊，公安来就嘛是歹清清嘛，然后嘛是歹声扫，就足大声甲因讲，就叫因袂使叮当的，就叫因拢徛好，拢袂使叮当。然后伊就看在场所有人，因就叫遐维吾尔族的少女拢袂使叮当，伊就看所有人就甲因讲，好，恁遮大拢离开，所以。迄阵阮朋友伊就感觉足紧张的嘛，伊就讲，因为伊就回头离开，过伊离开的时阵，伊就听到公安开始一直骂坏人，叫因甲身份证摕出来，然后伊就讲已经行啊足远，伊拢毋敢回头看，过伊就听到伊一直甲因吵，一直甲因骂，就是其实阮讲到遮的时阵，阮拢会足生气，你莫感觉足艰苦，就是其实你无法度为你无法度为因做啥物代志，过你会使读这个故事甲别人讲。好，就是安尼。好，对，今日的分享差不多就是。多谢义军。伊有啦，条件嘛讲，咱住伫台湾真幸福。咱台湾嘛当骂政府，连总统嘛当骂。包括我去新加坡的时阵，因嘛感觉恁台湾敢会伤过自由。我讲这是台湾人的民主法典，就是安尼，咱嘛是爱尊重。所以就是讲头仔这个观念，大家。伊本来遮是讲用伊，迄个观念我感觉足好，就是讲老厝无教的，爱家己去找。尤其咱足侪物件是咱课本无教的，像讲以早228根本课本毋捌出现过，即种是毋捌出现的。所以毋过历史就是历史，发生啊就会发生嘛，所以拢出现物件，咱来去了解。所以尤其你头讲迄段的，伊迄个做人叫迄杀羊仔时阵吼，伊毋敢讲。阮的生活拢食像拢靠即只羊仔，所以即马为着要维持阮的生活，牺牲伊的性命，甚至伊毋敢搁嘛无爱甲咱相片，互恁遮个国人甲翕片，我感觉这就是知影感恩啦吼，我感觉这就是真好的故事。所以而且是讲，我分享我的经验吼，较早期因为厦门咧，因为时代甲厦门、漳州、泉州变做厦门。闽南文化保护区，所以变做我早期去遐上课时阵哦，去遐校长、书记拢会来。我因为出任做总统了吼，这个差足济啊。可见伊迄算一个林地的社会吼，所以有时足麻烦。所以讲伊，你若去中国佚佗的时阵哦，喙毋通黑白讲，物件做你食无要紧。物件食黑白才上济落屎尔，毋过话黑白讲可能会去用脏去。伊即摆因的国安法足严重，包括你离香港转机吼，那你有加减一寡资料的，你嘛有可能去用 cross 去。所以这是咱是爱好去了解这物件吼。来，有人要提出问题要来甲义军讨论无？其实咱今仔毋是要练捌成中啦，咱是来练捌即个426部队吼。426因的所作所为，这种其实目前包括甚至足侪公司外商拢投咧走啊。伊即摆修理即个，后摆要修理迄个，拢看伊欢喜，
伊迄毋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伊想着啥就要做啥，所以你像咱阿里巴巴，腾讯这拢一间一间来豆豆拢落来，安尼这实在足恐怖吼。所以新疆其实有足侪咱咧学习的，像讲，你头仔讲新疆，我就形容像日本时期吼，日本时期对台湾人其实嘛无安尼呢，因为伊是甲当作这是伊未来日本的一部分，所以伊未入去经营。毋过中国伊安尼处理新疆问题吼，心会愈离愈远。我感觉这是一个听你演讲，我感觉上大个。有我伫咧清净寺的时阵，闹到一件代志，就是我落尾才会知影啥咯，因为通常你若去清净寺伊的铁门外口，咱咪拢有一个敢若腹地有无？咱咪拢有加起一寡。你若去，算讲伫咧铁门外口，伊阁有一个世界的埕。就是可能伊的像讲伊的地砖啥的，甲内底地砖是共款相像的，一算较位仔的腹地。你若注意看，我落尾就知影，我想讲奇怪，是安怎台？想讲奇怪，那中国人行路，只要行过清真寺，伊拢会踅伊拢有踅一安尼箍安尼行过。落尾我才会知影，因为因就是感觉，维吾尔族是遮邪恶的民众嘛，所以其实含迄个地砖因拢无想要打着。所以只要迄个地砖沿到内底，清真寺外口迄个埕同款的色的地砖，因就会踅过安尼行，就因含打拢袂打。对，我是落尾才知影，我感觉足奇怪。彻底呢，我当作因边物件拢无好，甚至台山的就当升天做神。因讲伊会使台山的，会使伊买零零的灰食因的肉。我感觉这就是被人我嘛通我用到。哇，所以甲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故事甲愈侪人讲，叫嘛真正是歹政府。所以足侪物件吼，根本无教，你去行看看。搁恁当唱，伊滚来共唱。就毋通啊，有一个会了。对，这真正是讲。所以有时想讲，咱去外国佚佗，其实嘛是讲加看、加听。加照顾，毋过吼话莫讲话，因为足侪威权国家吼，你有时会先讲着，可能你转来就有问题。这是咱注意。你若想讲咱离台湾哦，连警察会当骂安尼，你一个公安算啥个？尤其吼，像讲我去美国演讲的时阵嘛，美国遐个老大人甲我直直交代，安怎老师敢若若警察甲咱的车抓啦，你着去莫讲话，你着定就好，因为。伊讲美国警察足大，伊若叫你落来，你毋落来，伊就随便来开枪。这是美国，包括自由民主国家的美国嘛是遮威权，所以我感觉台湾吼，讲实在，台湾拢拼自由的啦吼。看你爱做啥，甚至佮甲警察呛声吼，这实在差足济。即摆有时甚至连警察嘛会用拍呢。以前日本时期啊，咱叫大林，可能大林来紧走，即摆吼，大林变做。地无爱的插头吼，安尼甲好，安尼甲考试这些做毋好。来，有人要分享今仔听完你一寡心得无咧？要听啊？有老师。来，我请问伊君老师吼。你伫迄个新疆发觉因吼，因为中共因是要按因的武语，新疆人的武语嘛，要甲压制嘛，所以你有发现讲伊迄边安尼即个政策对因新疆人的迄个影响是到什么程度？其实因为我刚去2礼拜，我感觉我较无法度去发现到武语消息偌济。按过就为你看，就为少年辈已经开始无。老虎唱即件代志，你着知影，伫因传统的文化内底，其实已经足侪物件会无去啊。因为其实因老虎唱的原因，是因为因的穆罕默德，就是因为因穆罕默德因是迄是一个象征嘛，所以其实因是要敬仰因感觉即个宗教上伟大的人，所以因大家有一个迄传统是大家算约定成熟，因就感觉只要因留迄个虎唱，只要因用迄个面色，其实因就是你对即个人的敬仰的一种态度，所以因是为即种物件开始去做消息的。落尾像讲外电报道出来的，像讲因就是怎啊着强制着一个汉人爱去带维吾尔族的人件代志，
这我相信拢是真诶，因为我无机会行入去因兜，佮我感觉因敢甲我讲诶代志一定相对较少。所以迄个爸爸甲迄个选来爸爸甲我讲，伊知影台湾甲中国无共款诶时阵，我才为伊足烦恼，因为我惊伊出代志。对，无我会使讲一个我伫咧西藏拄着诶状况。我感觉这可能我拢无法度讲伊言诶消息甲啥物程度，按过大家对西藏有一寡了解，应该拢会知影，因为突然讲袂出。你个这语言，你写的一个族群先写的伊的语言。对，因着，毋过我去因为西藏的人甲新疆的人无啥共款，是因为因的民族性无共，甲因的信仰无共，所以西藏的人因像讲新疆的人因的反抗的行为，因就是会用，因就是忍袂牢，因可能就会去杀因嘛，因就可能真正会去杀人，还是去开车头爆炸。毋过伫咧西藏，因为因信仰的是佛教，所以无法度做即件代志。所以恁看西藏的人，因无法度过忍受，因做方式就是自焚，因是对。所以其实这种是共款的意思，然后像我伫咧西藏，嘛是伫咧类似迄种类百货公司即种物件，然后拄有两个足少年，因才20几岁查某囡仔，所以伊一定毋知影达赖喇嘛出走的即件代志嘛。因才20几岁，达赖喇嘛出走已经50-60年啊。甚至伫咧西藏，达赖喇嘛即件代志是因是袂使讲起，因拢袂使讲起，因嘛袂使有伊的相片，因佫立了一个假的喇嘛。因西藏的喇嘛的传承是因为家己嘛是一个无共款的仪式，因是用喇嘛来认喇嘛，因为因是投胎转世的概念，所以因是喇嘛老的喇嘛去认。看伊这是毋神童的转世，因其实有一个过程，所以是20几岁查某囡仔，伊应该毋知达赖喇嘛即件代志，因知影就是班禅，因无可能知影是达赖喇嘛。那边迄时，阮就甲因开讲啊，阮就讲，毋可能，因为因是20几岁的查某囡仔，所以因就佫愈物件嘛。阮就大家讲足济，阮就开讲，伊就讲伊咧摕一张相片互我看，因为我就甲伊问讲，恁因为因伫咧西藏内底，因拢有一个叫做伊迄叫类似导师迄种，就是我信仰有一个老师会甲我带我熟悉佛教，带我熟悉佛教的经典是啥物啊？迄内底的内容，因大家拢会认一个类似像伫咧宗教内底的，我毋知因导师类似迄种，因大家人拢会知迄导师的相片安尼。我计是要互我看因的导师，我就甲伊问讲，恁大家人的导师拢无共人，甲伊讲出来无共，因两个就是无共人嘛，因的导师无共人，佮因两个就甲我讲，因两个就异口同声甲我讲，无因的导师是共人。我讲毋是啊，因为因手机仔的相片，因桌布拢有摕因导师的相片。我讲无共人啊，一个较黑，一个较白啊。然后因两个就佮我讲共人，我就奇怪，我拢想无哪会共人。那尾伊就讲你等我者，伊就开始掀伊的相片哦，伊就一直掀，那尾伊就甲一张相片拍开，迄张相片伫咱的手机仔内底，伊差不多敢若遮大尔，差不多安尼遮大尔。迄相片一看我就知影，迄是达赖喇嘛的相片，毋过差1K 尔。伊用出迄张相片我看的时阵，因为我有好黑讯嘛，我真正惊伊两个代志，我就紧甲话开，我就讲。好，我知影啥，我知共款，所以因两个甲我讲共款的意思是讲，因为因的导师，因信仰的人拢是达赖喇嘛，所以其实对因来讲，因所相信的导师拢是共一个人。所以因的语言可能有大大的消息，包括西藏因穿的，因有家己的民族的衣服，因的衫其实少年过愈来愈少人穿，有，毋过其实因就是。可能家庭内底拢会用一种偷仔的方式，你教因达赖喇嘛的存在。我感觉这嘛是互我感觉最震撼的。我感觉，毋过你其实就无法度当迄个物件你消失啦，伊就是真正你消失。因这政治的操作足包含因上课嘛，上课拢用汉字。因为想讲，你新疆的一寡艺人。像华妃，足侪你看，因拢会用伊做标本啦。就是讲，伊遮人吼，你看因汉语讲啊偌好咧，你无需要讲伊家己族语，你会像呢讲普通话，你才有法度去做演艺人员安尼。
哦，所以一部分因算嘛写啊足彻底啦。来头啊，还有啥物人要来分享咧？歹势，头有一位邀请啊，要讲的时阵，伊哪有出声呢？老师，我要讲的是多谢怡君老师今仔的分享。叫怡君啊，叫人叫老师。叫我怡君就好。嘿，人足少年呢。真是你足水的。多谢。我今天感触足多。多谢你的分享，安尼。多谢恁大家来听，就是咱会使到关心所有甲人权有关系的所在，因为我感觉迄拢是生命共同体啊。愈侪民主的国家，我感觉这个世界一定会愈好。咱来好啊，疼惜台湾即卖的成就，当咱失去，才想讲我较早知无代啦，要知着害。这就是足侪物件，咱来好啊。知影应该安怎选择吼？来，个人要甲伊滚讨论无？好，安尼若无，咱今仔日先到这，多谢伊滚，嘛多谢各位。多谢大家，再会。